埃及记第27章祭坛。你得用金合欢木做祭坛，长甲宽拢2公尺20公分，是四方的，悬1公尺30公分。得伫坛的4角头做4支翘起来的角，甲坛连做伙。规座祭坛着用铜包着，着做收祭物的火的桶，搁做tú仔、碗、肉炊、火鼎。坛的器具拢着用铜做，着为祭坛做一个铜的网。网的4角头做4个铜环，网安伫祭坛4面围腰板的下半边，互网对坛的半腰伸到下底。着用金合欢木甲祭坛做冠，用铜包着。冠着藏伫祭坛双边的环内面，通冠祭坛。着用绑做祭坛，中空壳拢着照我伫山顶指示你的款式。会幕的埕，你得用锁价的油麻甲会幕围一个埕，南边的围长44公尺。埕的南边着有20支条，20个有榫孔的铜座，条的钩仔甲环关拢着用银做。埕的北边嘛着有围，长44公尺，条20支，铜座20个，条的钩仔甲环关拢着用银做。埕的西边着有围，宽22公尺，条10支，铜座10个。埕东边的围宽22公尺，入口的双边围的长拢着6公尺60公分。吊围的条各3支，有榫孔的铜座各3个。埕的入口着有门篱，宽9公尺，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甲锁价的油麻，用刺绣的手路绣的。条4支做4个。埕4围所有的条拢着用银的环关连接起来，用银做钩仔，用铜做座。埕的长44公尺，宽22公尺，悬2公尺20公分。围着用锁价的油麻做，座拢着用铜做。会幕敬拜用的器具甲所有的器仔，以及埕所有的器仔，拢着用铜做。点灯的条例，你着吩咐以色列人，将挤出来上好的橄榄油摕来互你，做点灯的路用，互会幕的灯不时点着。阿伦甲伊的囝，着伫会幕内面约规前的帐篱外，对下昏到早起，伫上主面前照顾管理灯火。这要做以色列人代代着守的规例。